世界万行带，拢伫咱台湾新安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今日来到这个家人，家人咱就知，就是伫海港的都市。在这我一个老朋友，老师詹秋明老师，伊出身着坎仔顶的这个巷口，但是因为这个关系，中文系毕业了后，却是踏入了做船的事业，但是拢是呢。 一手一手做出来，这个古早船连接咱台湾人300-400年来的这个命运，连接着这台湾的海洋文化，伊还佫真侪梦想，咱来斗阵来理解詹秋明老师。咱即摆来到这坎仔顶连山洞好一路，这半暝的时阵足热热，伫楼骹拢巷口开始咧收鱼啊，咧卖鱼啊。但是楼顶哇，这个宝藏伫遮，这就是模型行。但是我甲你讲，绝对毋是安尼。你有看到这个船无？我来找曾老师，曾老师。 曾老师，曾老师，嘿，老朋友曾老师，你好，你好，曾老师，你好，好在来这走，来，谢谢，来，你转了，你转了，哇，咱这个模型行超军事模型，差不多40几年了，40几年哦，我一摆就看到这。 亚麻豆哈。哦，这大和号，我细汉的时阵哦，有来甲老师买，但是老师无熟悉，我也无熟悉老师。唔知迄阵时，唔知老师有咧做古船。迄阵时较无咧坑。简单的这个塑胶模型啊，刚才开始，但是迄阵时你就开始有兴趣啊。这我会记我迄阵做是差不多将近超1公尺。 公尺这较少做200分之一的，200分之一的吼。曾老师若是对这种这个军备啊、军船啊，尤其对咱尤其台湾人以早所做咧驶的这个船啊，若有了解，佮实际咧做，今仔日咱来专班新眼界，要互大家来开眼界，因为咱是海洋国家呢。曾老师常常讲。 咱是海洋文化，确实台湾人足惊水，无捌水，嘛唔捌船。透过船，会当来理解咱台湾人在过去的生活，而且从此以后要安怎佫行落去，这个船的文化。而且曾老师还佫有发明。我遮写台湾船，遮你看下。哇！写台湾船，你知影台南市啊，为了这只开要几亿，开较几亿，正船，真正会当落水。落水的，这只船就是我研究设计出来。这就是复原起来，对，你就知影复原船的。复原船啊，而且是完全内面的结构拢是真正真实的比例落去做。 这只是25分之一的，这差不多140安尼长度，个长龙做过15分之一的，下骹写台湾船。观众朋友啊，今仔日啊，你来斟酌看台湾船，什么叫做东湾船，什么叫做沙船，个有以早咱的海盗海贼，因拢驶什么船？ 甲清朝咧战争，甲西班牙人、甲葡萄牙人，甲日本人，拢是透过这个船会当来理解。所以唔但是死的这个历史历史，活的历史就是詹老师家。詹老师，你今仔有唔通客气？我唔是历史人物。你唔是历史人物，但是航向台湾。新眼界，今日航向台湾，
咱来看这个台湾船吼，其实船大家讲哪有啥物通好介绍？但是你若想讲一个人，还是一群人伫海面上要安怎生活？你在陆上，你伫厝你会创啥？你买些便所啊，买些食穿啊。所以对这来讲起吼，老师你给咱介绍一下，咱哦人生一大患哦，就是爱上厕所。你这船民生开始不顾不倒，再顾好做，食饭要倒来食，基本个灶骹伫搭，灶骹伫搭，就这。哦，这个就是灶骹，这本来安尼，这个听我掀开，透开，伊这安尼掀开，安尼掀开，哦，哦，这听我透开，基本听我遐油烟听我起来，哦，啊内底嘛有灶，我这个听我开互你看，这支烟筒吼，哦，这是烟筒裤，这烟筒裤嘿，这个摕起来你看，伊就看灶骹的结构。哇，炉啊呢？鼎啥拢有，两边吼，搁有水柜、淡水柜，有当中嘛搁一个，啊，这细水柜，啊嘛有涂炭。水柜你也有做哦？有，厨啊、啥货啊，拢有。菜厨啊，吼。菜厨啊。啊，上菜就爬这楼梯起来。对，爱起来，要起来。啊，你这挂嘛拢会显的啊，对吧？这个是叫做听我透气，那个透光吼。有光线。你只提起来嘛会使，要背起来嘛会使。啊，这边就是拢咱讲船桥、舰桥、船长吼，指挥的所在。啊，船啊，你旁船你走的时吼，你了做安尼你走，毋是啊，旁船走是安尼你走，起咧走，风吹就会起。哦，啊，你起你敢无像安尼行无？你要看着。敢若狗共款爱爬，低困，凊彩稳落就困，叫低困狗爬。海上的生活无看法。哦，所以讲，在船上的生活就是英雄独立。哦，这回家村，这回家村，你来看这个回家村，用一只大鹏鸟老鹰表现，你卡在一个礁石上面，老鹰站在那叫英雄独立。迄个时代商战合一，海盗，你互相抢来抢去啊！海盗时你若无武器吼，无火炮，你用枪，你就免做生意啊！啊个像那个商人吼，郑芝龙啊，义道义商啊，嘿了没？我若讲袂好，我就甲你抢啊！对，我较强，我就甲你抢。啊嘛有蔡牵，蔡牵，对不对？蔡牵喺东安镇呢。东湾船，咱现在讲东湾船啊。无，这只是台湾船。这只是台湾。这台湾是明末清初的时候，往来日本的商船。但是这基本的形体，咱甲分类叫做，这叫福船、福船、福建的福，福建福。啊，你看这头前就一样吼，哇，这安尼尖落，这若去泉州博物馆来，伊只古早宋代的船吼，都安尼。老师哦，常常吼，这有台湾心哦，常常会讲到这呢，嘿，这是缩结，但是真强，啊，文化真好。这只吼，这船叫白底船，阿拉伯船。唐朝的时，在中国才做生意。阿拉伯的船是有啥特色？伊嘛尖底，主要吼是这个白色。白色阿拉伯人吼，伊也较热，伊的厝顶啊，伊的厝拢擦白色。白色是安来？有我壳迄类的贝壳类吼，叫烧夫。烧夫，烧夫变做酒夫嘛吼。你去烧夫就敢若灰色，你甲拉开变白色。因本来是咧擦厝顶厝壁，尾来感觉讲，擦船啊吼，是毋是真好？因个擦落船底以后吼，我感觉这石灰吼，听我和这个海棠啥吼，袂加。阿拉伯的船啊吼，伊种海棠这个像足大尾大根啊，敢若大根人透明，你要办到伊装个船帮。这船帮你就拿出来，你就垫底啊。流水。但是迄尾糖真好食，
阿拉伯人就爱去买糖吃好食。啊，所以尾也发现讲这种吼，船啊擦白色的白石灰以后吼，第一个较袂洪水，啊嘛袂生迄个，较袂生遐什么藤壶啦，嘿。哦，啊，个啥？你若生的时吼，你若跳落来看啊，这开始打煞，开始撸，好撸，看有。咱头仔佫讲了两项，一个讲吼有食就会放嘛，会放，你伫遮遐。迄个放，啊，这边是饲鸡饲鸭，哈，饲鸡饲鸭，饲鸡饲鸭，这听我这有一个挂听我掀开，哦，啊要掠鸡掠哦，啊当然可能高级传染才有法度食的，才有这个动物性的蛋白质，哦，啊这个就是这西虾啊，你要放西虾的时候，要有只背过来，哦，背过来吼，起来，啊跍的只。哦，回家啊，人头照出来的时候，刚刚只狗伫遮，啊，慢慢叫做猴带，叫狗带，猴带吼，只刚刚狗伫遐咧。哦，是，啊，嘛有人讲叫做输切，我说听无，什么叫做输切？那是沙船吼，你后壁是较有，啊，阿拉伯的船啊吼，伊嘛是共款做你后壁，伊是后壁伊有平时嘛做一个。椭圆形的出来，咱方形的哦，长方形，你做椭圆形的，椭圆形就箍安尼，啊椭圆形，这后壁准帮箍，箍掉，箍伊会做两个卡印卡架，你卡打较稳安尼，打着，你啊箍了先晒都棒落去空落。哦，这倒船我有一只顶日本人一只为阿拉伯买回来家人讲，我有去的。哦，啊，你有去跍过？我跍啦，你看知影要跍的。你即摆有这较先进的公共便所吼，佮有两个卡架，互你安尼搭，哦，啊，互你会当对准。目的到是对遮来的吼。哇，一只船哦，这生活知识的足济，但是船哦，除了头头詹老师所讲的吼，战争啦、商业啦、交通啦、交流啦、文化啦。拢伫即个船顶哦，咱还佫有全班的即个船的知识哦。张老师哦，一世人拢咧舞即只船哦。咱小等来遮。佫重要移民文化交流，这上这件事情。人会刷动。南洋是安怎拢咱福建人、广东啊人，福建人诚济，新加坡福建人台湾都会一通。所以吼。咱台语台吼来介绍这个船哦，就是吼以这个台湾话吼作为出发来看讲，这个东湾人讲福建话、讲台湾话的这伙人，因是安怎在迄个时代会当拓展，来这个精神，咱来甲提转来。细汉逐工看船只在来往，坎仔顶的少年人詹树民，甲船的缘分已经超过半世纪。伊对每一项设计、每一块板甲零件，拢会当照着比例来复原，而且现在佮继续伫家人港边，顾着伊的模型店，收着港口人对着船只甲海洋的热情。咱所知影，家人哦，会使是讲哦，台湾的眼界，台湾的玄关呐，就是接触世界这个窗仔口。啊，这个接触世界的这个眼界吼，这个眼界咧定手的人就是詹老师詹老师吼，徛在咱遮吼，迄个就是邮轮的码头，这个码头。但是咱这个所在地，听讲过去是一个河川，这什么河？旭川河。旭川河吼。啊，这个旭川河啊，佫有一个古迹伫遐呢吼。这个古早迄个明德桥吼。明德桥，明德桥的迄个桥条，即马桥一定有4个桥头条，剩一个尔，剩一个。终于有人想要把它保存，要留着，就还佫留着的吼。所以咱这个厝地这3连栋，下骹就是河水，旭川河，即马佫咧流，即马看袂到，看起来安尼啊，看起来安尼。所以咱这大楼是起伫这个水上哦，高仔顶、运河顶。
哦，哎，唔就敢那那个威尼斯赶快哦。所以老师，你甲咱讲哦，你就是甲这个海啊，甲这个港啊，踮遮大汉，你是安怎开始来做这个古船？这个古船吼，我为阮阿公讲起，阮外公，我细汉现在可能5、6岁啊、7、8岁啊，快，我可能5、6岁啊尔。伊就讲，伊是阮阿舅咧顶，伊野柳顶船啊。阮老爸吼来坎仔顶开鱼行啊，开鱼行遐阵，阮老爸本来是做柑仔店，啊来开鱼行，插入来这鱼行的这个行李，这行李是什么菜椒啊嘞吼。阮爸爸上古早开店以前吼，日本时代是担出身的。哦。担杂碎啊，甲迄个酱菜啊，去买条货迄边敢若日本人较济吼。因为阮爸爸身材吼，较操像我安尼细粒子，安尼细粒子，担真忝。阮爸爸的丈人就阮外公吼，是金包里人。啊，海鲜啊，鱼面拢熟悉，遐是煎熬，煎熬是喏。因为禁海的关系，自动禁海啊，空袭自动禁海，啊，所以讲鱼也足多。啊，遐阵吼，拢无动力，伊战后的时拢无动力嘛，啊，所以大拢用手过。啊，沿海的鱼啊吼，鱼船啊载船，为这四川河入来，甲阮孝义路迄个坎仔顶啊，怎鱼啊怎上船岸上，互阮拍卖。啊，阮叫带队业，带队业吼，就是讲替渔民卖鱼啊，啊抽行中5趴的行中，啊然后阮鱼啊卖人，吼啊渔民出去掠海足艰苦，啊伊掠鱼啊来送来甲家人卖的时阵哦，真忝，伊鱼啊卖，伊都要摕钱，阮都要先挣一本这钱，挣一本钱哈，互伊摕转去生活费。啊，阮鱼啊卖出去吼，阮啊互鱼贩仔，迄叫鱼贩仔，欠钱。伊鱼贩仔吼，鱼贩仔则个出去卖鱼啊，卖完才换钱转来，所以阮啊两笔钱。哦，这个爱信用真高，啊，佮本钱真粗哦。啊，阮有这个关系，阮阿舅咧订渔船啊。啊，阮外公咧招鱼货，爸爸咧做行口，啊，所以就好，阮遐是真清啊，哦，细真诶真清啦，哦，所以这对这个海安尼真亲近。即马我讲下主题啊，吼，我是安怎对船啊有作为呢？阮阿公就甲阮阿舅诶造船厂内底吼，遐料啊，杂料啊，定一只。红头船啊，红头船也是对家人来讲足重要的一只船啊。因为着港的时阵，战后甲日本人的建港的时阵吼，真重要。伊去万里再刷来嫁人。哦，拢爱透过这个红头船啊。红头船也是比像渔船啊较大，也是用篷驶，腹肚足大的，来这种再刷啊，走入来加续川的，吼啊。伊着港以后，变做咱市区的建设建楼吼，拢要靠这海沙起厝。啊，所以阮坎仔顶遐定嘛有迄沙石啊伫的，啊，阮就较算。啊，阮阿公就用迄个阮阿定红头船啊，吼啊，就是阮坎仔顶遐，坎仔落来带水的放挂棚，啊放出去。啊，哦，啊，放出去，啊，讲，伊讲船，你船啊，阿公甲我问讲，你船啊要创啥？伊讲叫我去带海龙王的查某囝。啊，讲要带几个，我讲爱3个。哦，啊，讲若冤家相拍喏，我讲我互伊食饭。哦，口气真大哦。老师，啊，你即摆一个某海龙王查某囝。
盖市啊，盖市，就安尼开始。啊，从遐阵啊开始，我算到可能到初中以后吼，嘿，也个伫县区经历。嘿，啊，县区以后船啊弄到县区就算迄只船啊，摸迄只船啊。啊，所以我对船啊有注意啊，是安尼啦。啊，遐红头船啊入来四川河，遐船啊拢怎啊入来？红头船啊有旁着无？啊，四川河顶岸这个叫明德桥，伊叫朝日桥，嘿，拱形的船啊桅杆绑落来，教堂啊下过，才装喺内底。风台来所有渔船啊吼，拢走来遮，甲天了河。啊，渔民嘛，风台嘛，拢都靠阮兜有空船啊，哦，互因靠。啊尾啊，战后吼，咱迄个开始渔船动力化的时候吼，哎，美元吼有资助合作金库贷款，哦，改做动力渔船。那动力渔船，你合作金库一定爱保证金呐，抵押房子啊，哦，有人保证。闹法度，渔民闹法度，用靠领导，靠阮渔人吼，钱少伊，我去订迄个渔船啊，加起渔船啊，阮也固定订，加起，阮借伊钱，伊去掠鱼啊，当然爱互阮买嘛。哦，这条件大家都讲好，好上加好安尼。所以阮就成立袂来，而且。迄阵哦，无少电池啥物货啊吼，大家拢菜市场拢用啥？暗时啊市场用啥？电烧，对。哦，用电烧。莫过啊，迄个船啊嘛是电烧对吧？所以阮嘛卖电烧。所以吼，我感觉老师你的经历，你的出身的背景吼，你若做船啊，毋若是做船啊，你会了解到讲，这个船啊顶头的人的生活，这才是真正重要。啊，伊掠鱼啊，安怎掠？就帮伙啊，有一个叫插网手吼，迄网啊，迄个足臃肿的，两支竹篙安尼，开脚壳安尼，鱼啊足我来做，插来，夹起来，吼，迄网啊，拢会放在阮兜。哦，所以你连这种名声也要，当时你这辈你拢知啦。嘛无拢知啦，咱是皮毛尔啦，吼。无影，我就开始对这个。船啊有趣味啦，我就用抓棒做船啊，用杂货店用垃圾啊，做风水，带水沟啊算，向着水沟也足清的，哦，听啊带算船啊，是，尾啊，我开始爱做船啊时吼，是阮堂兄伊个干嘛店吼，有迄分喇叭哦，新龙园的分喇叭，阮做船啊，做飞行机，二战因拢经过二战飞行机。二战飞行机做遐，所以我对模型有趣味。哦，这会开模型行啊！尾啊，在初中的时候爱做飞机，像喷射机啊 ，F-86，定下空战定下。尾啊，就海盗的片的电影，我对船啊开始有趣味。定看帆船，我定跳去红头船啊内底耍。我感觉红头船啊，阮跳落去，敢若拢足下骹的，足浅的。船啊足深的，对囡仔来讲，嘿，真大只哦。这自己才开始。飞机啊，才做舰船，像第7舰队捌来就业访问。奥克拉荷马号迄款第7舰队的指挥舰啊。这样开始爱在做舰船，尾来愈传愈完，才发觉讲吼，咱江人。有一个航海节，你知影？我知，甲自由中国号有关系。是，向我才8岁尔，我唔知影自由中国号，我是尾啊才发觉讲有这做，我才感觉吼，有真济咱唔知影代志吼，尤其一个太极号做只复原复原船啊，你香港做，来台湾，经过台湾才为。黑潮安尼去日本，伊要证明讲文化扩散论、海洋文化扩散论，互我一个感想讲，咱台湾人，台湾是安那对这船啊拢无了解，无重视。有这个历史，我看起来知影有这自中国号这航海节的代志，那是民国44年的代志，我8岁，我唔知这个代志。
尾也找资料，然后我才想着讲，这咱台湾的海洋文化爱研究，所以我才投入了这个研究。我发觉讲这个台湾的海洋文化，没人接触，是一个处女地，找不到资料。只有那个中研院有一本那个太平洋的什么帆船来，林存生一本册，人类学者，学者，尾啊就是什么走上这条路，好，不是走上这条路的，航向这条路。对。咱小人来看讲詹老师其他的作品，哇，真正是你看袂了，讲袂了。这条船的特色是啥？皇帝嘛有这种船，预备战斗船，伊个叫做老梅船。老梅船。这只船啊甲家人尽量甲交分足重要。是。迄样船，你要甲日本贸易的时候，甲中国贸易的时候，伊就代表亚洲营运中心的角色。詹老师唔但是家己做着古船模型，嘛将这份专业引进到社区大学，带学生做着风航动力船，了解船甲大自然的关系，互台湾囡仔搁较挖紧着海洋，甲知识会当增进。透过船，互大家来明白台湾甲世界交流的重要历史。咱看到这个古早船其实这看起来敢若真古早安尼，但是古早这2字真侪这个文化的意涵伫内面。尤其船这种物件是世界性大家互相交流、互相来制接所产生的。所以咱看到这只船，这个叫做400了建造船，这就是宋朝的时阵开始流传的。这料是讲宋朝开始。但是这只船400了建造船是明朝的时阵。明朝的时阵，这只船的出现，因为是咱明朝向阵是朱元璋啊，你个蒙古人赶倒去北边过江嘛。朱元璋伊是甲陈友谅伊是共党的。伊陈友谅是啥物货啊？盐商。美颜的。盐铁论呐。有钱啊。所以有这个商船、盐船，伊知这海军迄点工是感觉，蒙古人赶过江北以后，朱元璋第一个爱顾这点工南华，所以伊南京开一间这个龙岗做船厂，这有一本册，这本册足重要，是研究。历史的船啊，咱古早的时阵上重要的资料，所以老师就是照迄个龙岗对船厂内面的图去复原的，甲资料。所以这料到底什么意思啊？料就是伊政府要抽税的这个标准单位。这自宋朝的时阵开始，因为宋朝是国际贸易。第一个开始，包括瓷器啊，个丢啊，迄出口所以贸易，宋代有一个宰相，真重叫胡寿根，胡寿根是泉州人，但是唔是正港传人，是阿拉伯人的后裔。阿拉伯人唐朝就来做生意，伊就带遐胡寿根就。足清的经济部长、国防部长、宰相。南宋的时阵伊调定的支出包括军队、百姓、皇宫的用开销，有1/5是靠海运的收入。真真重的这船价真重要所以这胡寿根伊老蒙古人怪起以后，
南庄拍落来，就是真重要的，这个是海上的贸易足重要。所以啊，对咱台湾嘛是真重要啦吼。啊，咱来讲到这个料，你讲料是一个单位，一个单位，伊是用体积的体积吼吼，体积就讲咱一个冰担，冰担担相大，哎，吼，啊，你就叫一料，一料，啊，迄是切啊，毋是米，哦，带壳的，带壳的，因为遐阵吼，江南的米较济嘛，哎，啊，北方的米较少。所以，隋朝为什么做这大运河？哎，为做这甲南部的米送去北部去，这就是漕运，哎，漕运，漕运，啊，甲盐船，啊，这种真重要的航海。所以这架船400料，就是讲有400个冰担带着壳的这个切啊，会当体积体积。自宋朝开始用这来量这船的大小，扣水。哦，啊，咱来看，这个房啊是啥物物件？这房啊就是讲吼，因为这船是南京的龙岗做船，伊个做的吼，拢是白底较济。哦，这有影，拢白底。啊，但这只船啊，我有着甲修改着。因为福船吼，伊白底是啥？正经下骹准备的哦。啊，这有角。啊，福船是吼，伊会甲做尖尖的处，才伊变圆角。只是啥？是在明朝的时阵吼，明成祖吼，伊向你北京过来，来到南京，来到南京。朱元璋的时阵是去南京建设，丰城是去南京。明成祖以后甲平安北京去，啊，做这船啊，更较重要，运输、建造、建是修建的，做是御作，玉制，个嘿，咱是讲司令官的船。啊，司令官的船。啊，这只船的特色啥？皇帝嘛有这种船，预备战斗船，准备互你御驾亲征安尼。是，就预备大黄船。啊，在咱来讲吼，皇帝是唔通大。系啊。哦，我的船啊拢通大只对无？但是预备大黄船这只船吼，比400了建造船较细。这就是讲，这只指挥官的船吼，会震慑吼敌人，所以船做较威武、较悬大、较大只。啊，所以这只船啊，是在古早朝廷来讲是违背伊的制度的。啊，违反制度的啦。违反制度的吼，袂使避风头，但这只就避风头了。啊，南北舰队内底吼，一个舰队一只。哦，是啊。啊，咱来讲啊，这个帮呢？啊，这个帮就是讲，伊是沙船对无？哎，沙船风吹的时候，咱头来讲啊，吹落，伊会安尼走。啊，那伊这下风帮吼，放在遮插落，这水吼，这是活动，这我正夹掉，这个拔起来，这地方抽起来，放落来，这条扭去，插落水时要动掉，袂安尼去，这个是啥？伊就变安尼，车行，车行你带人甲安尼过的时吼，伊就个车，所以这水动着，船后就真。拄着切风的时阵就安尼来。啊，船啊吼，咱讲祝你一帆风顺，其实这是不好。哦，祝你一帆风顺，这吼侧风船啊走上紧。哦，你吼正风正面吹的时候，船头吼会移落，海用破起来。所以咱古早船咯，这船头拢平，看像即马航空母感觉贵船哦。拢掀开，袂插水，吼啊！所以顺风的时候，船也安尼，啊！你若侧风的时候，船也是起来动着啦，就安尼。但是行较紧，哦，这是空气动力学的这伯努利定律啊，这是较物理上的。哦，所以啊，大家唔通讲祝人一帆风顺，祝人直直安尼会响。走袂紧，爬起爬倒，敢若坐电梯啦。啊，所以船啊吼，这电梯咱古早头脑足好，
伊内底头前甲后壁拢有一个，迄平衡舱、减压舱，伊水吼入来出来，即马翘起来，水入来，插入去水入来对无？哦，压起来时吼，伊这边仔才有空，就吐出去，这都有空嘿，这有乌空吼，水流出去，就吐出去，流出去，这就敢若吼会减缓伊的迄个缓冲着，这叫缓冲去想就对啦。互你有去想。头前有，后壁嘛有，后壁这个开口式的，这个高水，水入来高着，若压起来先水个流出去，互伊这速度别安尼。咱他讲福准吼，这只是毋是就是福准？这只是福准吼。老师你甲咱讲吼，他倒迄这个4百条，迄算做是沙船的一种吼，较平吼。沙船但是鸟船、鸟仔船，伊这两支实的，这两支帮嘛，安尼跟那鸟仔式吼。若这福船伊的特色，我看这头前两边拢是平的，船尾船头拢平，这是安怎？伊迄个减，互这船啊，你行的时阵袂险，伊这有一个曲向的作用。伊面大下骹尖的，下尖上宽，伊安尼像防空母舰啊，货柜船啊，移落顶悬会浮起来，互你踏起来安尼。哦，水个呐，所以后壁钟拢有这个作用，这是咱古早船的特色。是安怎福船甲这个礁船啊、沙船是一个尖的，一个平，是啥物？因是地理的关系，还是安怎？地理的关系，这是讲咱地理上中江以北是拢沙岸，黄河的流落来，黄河流来沙，拢积伫海岸遮。清朝拢会流来会南边，所以遐拢平塌塌。平塌你毋通看沙，沙吼有水分足重的啦，歹浅啊，铁帮呢。所以船啊吼，若这尖底吼，去到迄沙岸时咯，会冻掉，会起着，会食水较深。起着伊就倒啊咧，徛袂在。搁浅啊。搁浅吼。沙船呢，伊底较平，沙滩啊，伊就拄着徛掉的。安尼。中间的一种船叫做鸟船礁船就是这两支石的吼，这两个劈水板，敢若礁啊，这个有人是安尼讲啦，伊的肚是啊，本来沙船是角的，甲伊这个礁船是就比较变圆来，但是无像伊这尖，所以这中间的差距别就是江苏甲这个浙江的船。迄种船所以伊中江内底做的，这只船啊吼，除了河上咧用以外，海嘛是会使。所以这个叫做礁仔船型，腹肚里也是圆的，但是这个正下骹是扁。是扁。咱已经来讲到讲，这个源远流长吼，对着这个汉人开始落海来做这个船，一直到台湾人，甚至在历史上真有名叫做容客船容客船甲福船的这个关系咱来看这个真正的这个容客船到底是什么物件？再请张老师来给咱讲清楚。家人是1626西班牙来。去世界嘛以后你看西班牙来荷兰，来你讲法国，来日本，当然英国嘛来过，对不对？到尾咱讲195年还有一个台湾民主国，也来过国民政府来到台湾。你看伫咱家人的天顶有几种的国旗伫遮飞扬，上少7、8面的国旗，对不对？所以讲，咱的百姓是真人啊，这元素伫咧讲到这个地理位置咱来讲家人的产业，你讲较早渔业嘛，点飞扬，
啊，将尾啊，矿业煤矿发现了，用乌头炭啊做分享的。啊，尾啊吼，甲日本人来以后吼，伊就将咱的基隆港吼，来甲主港，甲扩大吼挖深。基隆港所变一个足重要的金港、商港、渔港。人较早讲基隆无啥食饱就行，迄一较早哦，即嘛毋是哦。基隆有啥食饱慢食行，会当看足济啦，对不对？吼，所以基隆吼，这是个好处。对着花瓶，也就是容客船去到尾土炭船的介绍，其实也见证了过去400年以来，世界各国透过各式各样的船只，对海上来到基隆，去到全世界，这嘛是基隆做出一个眼界都市，真正的意义，嘛互基隆在历史的舞台顶头多彩多姿。伊只叫做老煤船，老煤船吼，即个载即个土炭，咧抬即个土炭，吼，对咱基隆来讲，其实真重要。真重要，嘿，这就是台啊。啊，土河底挖起来土坑，细，土就流出去，伊出来就土炭。哦，这只船啊吼，哎，甲基隆尽量甲九份啊足重要。是，迄样阵，你做迄个八堵桥的时阵吼，在大华桥迄个吼，因迄样阵知影讲遐有土炭。迄土炭拢是迄个差不多九份啊，吼，水丰迄边的流喺溪仔底，啊流落来，尾仔咱知，咱基隆河吼有一个真重要的工业，烧庄啊，哎，吼，上山都爱烧庄啊，啊烧庄爱土炭嘛，是，啊土炭爱去买，啊基隆河内底有土炭，哦。为咱国家顶迄边讲流落来，啊有漏头的煤脉吼，都土薄较看会着，看会着的。你讲我讲起来袂歹啊，啊内底有土爱洗，啊咱吼，甲迄个即个吼来洗，用啊挖起来，伊就有白啊。我遮嘛有做白啊，刷白啊，做白啊，刷白啊嘛，敢若拢有。啊，这相片内底敢若有吼。是。伊涂骹白起来，啊怎啊？洗，等落。啊，佮等落去。放喺樽仓内底。啊怎去卖庄仔油？卖庄仔油。哎。所以咱基隆迄阵时的产业，全在靠一只船。嘿，你为古早船是为淡水入来。咱头来讲容客船，是，哦，容客船就是讲华人的船啊。啊，咱先来讲这个沙船的这个结构，咱这张图吼，虽然看也是菱船，但是事实上伊的结构，甲这共款，咱甲这菱头都扎起来。对，只要那个倒一拢就变菱船。古早白菱船嘛是用这种船啊。这种船安尼白。咱田寮港嘛有哦，基隆田寮港嘛有哦。哦，嘛有咧过龙船，龙船用就是用这，迄项就无龙头。哦，无龙头安尼吼。啊，这图你要安怎看？我伊这就吼，咱这船啊吼是5底帮，1底帮，3底帮，5底帮，这按135。中平底，平底吼，就是讲你若要撸起来换的吼，换沙煲顶。撸者就起来，下骹用竹篙还是柴箍，塞起来，哦，啊，这就是伊第一是平，啊双边，迄个相对厝的吼，啊边啊准花旋呐，吼旋吼，哦，这是哇沙准形的内河，哦，高对桨的龙舟，这伊若甲倒龙头变龙舟。咱这树林遐迄个三卡刀刘清正，伊专门做这。啊，所有的淡水的船啊，甲基隆河的老美船，拢实在是拢共款，甲这龙船拢共款，拢5片的。拢5片。
啊长底，啊跨度安尼变。嘿，啊，这就是这一半，对，咱画到这边甲这边共款，拢共款，所以做边画一边就好。哦，咱这嘛听我画一边就好啊。啊，这啊意思，一个是为头前看，一个为后壁看。哎，头前后壁拢共款，干那这尾流无共款呀。哦，伊这尾流，哦，哎，是，这像这有粗粗的甲平，就叉角压角，迄是左船顶管的，迄个压角哈。这就是咱讲的这个沙船，平底内河用的这个沙船平底。啊，老师你头下讲到这个容客船，真侪人拢一个，到底常常听到吼，容客船是啥物物件？容客船吼，伊指的就是讲，离咱这个亚洲吼，为日本甲南中国海越南遐的，甲印尼过去遐的吼，这个船啊，拢叫做西洋人看到，拢破烂的吼，凹角啊安尼吼，都叫 junk。啊 ，junk 东西音嘛，讲是咱的台湾话，有人讲是讲船的，安尼翻译来，嘿，啊，这个所在啊，日本人吼，明治以后吼，伊不是维新嘛，吼，专门学西洋人，啊，伊个对日本人西洋人讲 junk，junk 船吼，容啊变做写做汉字的时候就是容客，哦，冰容的容吼，吼。啊，客户的客，伊研究咱台湾船的时吼，台湾的发展，荷兰船、英国船、法国船，拢叫英船、法船，吼。以这个民族还是国家来？国家来分。这个咱东方的吼，华人的船哦，伊就叫做花船。哦。啊，花船，跟那个划船。划船你台语要安讲？划船。划船，怪怪，哦，这个，但是用国语来讲吼，划舶就讲华人的船舶，伊舶吼，就是我头仔讲这个东条的时吼，有那个倒船来啊，北底船啊，所以一个舟，一个白，就是舶。哦，就是安尼来回变，花变，花嘛是一个花的意思啊。啊，像那福船的尻川，花，真水，花尻川吼。咱有这个容客船，有这个模型。这咱头拄啊，迄个400个战舟船，那个迄个台湾船，迄拢是。啊，所以这只嘛是。咱摕来，这只吼，来，这挂嘛，听我摕起来，较轻。这只是标准的福船，白底，尖底，啊，佫有龙骨，下骹一支叫龙骨，好，下骹这个直的这个叫龙骨，啊，这头龙骨、尾龙骨，有的这尾龙骨是2节，这节叫尾龙，这大龙骨，啊，这伊特色就是讲吼，伊这头尖，你泉州看迄古出迄船啊，是一款头阿拉伯人的形态会伫。你泉州去看的时候，迄只船你袂感觉到迄种古船，阿拉伯船很像，所以船啊就互相研究改良的。所以啊，这就是汉语文化的特色。对。哦，大家互相学来学去。哦，所以这吼，咱台湾人的特色就是。看到好的物件，咱就去采集。啊，这只船啊是啥物货呢？这只船啊，在琉球人来讲吼，是财宝船。财宝船，趁钱的船。哦，因为迄个时阵吼，朱元璋的时候，伊这国家真大啦，爱人防嘛。啊，你是我的藩属进贡。啊，进贡啊，大家琉球是。中山王，伊是相对明朝上忠心的人。你讲我要进贡人，我无准啊。是，明珠台
明太祖吼，朱元璋就派36户的驻军户，因为36个人嘛，36户几啊生的，去琉球教因，琉球松哦，松琉球松，迄嘛是一种杉啊，伊就教因就遐个船啊，用遐材料做船啊来进贡。古早明朝时吼，是讲真快船，真紧的船，吼。伊这尖底的这旁我2个吼，这个算讲再会，这种再会，像迄个所在就是讲琉球吼，向都甲明朝尾啊都好靠嘛，禁止，要甲日本贸易的时吼，甲中国贸易的时候，伊就代表亚洲营运中心的角色，亚洲营运中心。的角色所以甲中国做生意，甲日本做生意，伊赚足这钱。琉球人，所以这因叫琉球叫财宝船，其实这是明朝教因做的船。是，这就是咱所讲的这个容客船吼。今仔詹老师来甲咱做一个解说，这个花壁啊，这个花壁包括着福船，包括着甚至广东啊船，沙船拢是，就是简单的讲，花壁就对啦，就是亚洲的印尼印尼甲越南、泰国，因这阵拢受咱遮影响。是。我欧洲人第一个来过印度洋，来甲中南半岛时，看酒会出，拢破烂的，破鼓的，就容客。匠客是垃圾嘛，小。有人讲是讲船这块，你这字用看了，就是很符合这破烂的，看起来也不起眼呐，不起眼。但是那遮好走，佫载遮济，足好驶，旁足好落，足好升。因为咱有这个架撑，咱环境架撑，袂沉，佫容易载重。风头的时吼。你这讲落来，西方人就真爬起冷泉床，咱这边锁放啊，就落落来。伊德国的重量会自动落落来。整个真危险的时吼，伊船啊顶落波头，锁啪落来，倒来较紧所以咱较安全。是。即马现代西方人发觉这个设计真赞，因即马游艇嘛拢学咱这种。是，这就是花壁。咱即马看到这有这个披水板这个船，外形是看起来敢若达悟人，因为这个图腾的船，但是个风炮，这就是詹老师一生所累积起来，伊对着这个现代的船理解了来做这个梦想，希望有一天这种船会当在海面上航行。那么对着咱台湾人来讲，是一个文化的象征。什么叫文化呢？海洋文化就是互相的交流、互相的学习、互相的对话，咱台湾才会当好透牢，而且长久台湾人在海洋当中会当变做咱东方的维京人的这个民族。这就是詹老师甲伊的船。